讲到这风台过后落雨落甲真严重的南投仁爱乡，今仔日同款是停班停课，相关人员继续伫咧抢救。空勤直升机今早起7点的时阵，有载500公斤物资进行2届空投，也有甲一名有心的护林人用直升机载走送病院。也若讲到南丰村即届要修成的卡马路受损是真严重，也若伫咧罗山温泉区内面呢，超过98人因为交通问题掉伫咧内面。救援人员将500公斤的物资送去空勤直升机，随便送去南投仁爱乡。先伫好溪园放200公斤的物资了后，搁前往罗山送300公斤，也甲身体无爽快有心人送罗山。我是心脏不舒服，心脏不舒服啊，现在有水电是完全断电的。卡路风台带来大水雨，南投仁爱乡的灾情是真严重，几若条道路也搁咧抢修。立行产业道路阁有几大崩落，目前发祥村、立行村甲翠华村的交通拢断站。若伫台14线埔里到雾社段的75.9公里处，7号又阁有落雨落落。农损的部分，根据农业部农粮署统计，目前南投的损失就超过1亿，其中以南丰村上严重，包括果子园或者是种土麦豆的温室。伫即摆毋是农产流失。就是硬体损失惨重，互农民是真毋甘。有诶冲掉呀，河旁上严重的是拢飞了去啊！嘿，即声开嘛阁济啊！若罗山温泉区目前虽然天气稳定，毋过塔路湾溪的溪水也是真错漏。南投县消防局表示，目前受困伫罗山的人数有98位，因为交通断站，会想办法用其他方式甲因接出来。我们本来要架绳索游龙。大家考虑那个架设点的问题是不是安全，这个都在我们考虑之内，或者用从后山高绕的方式，从另外一个区域下来。南投县消防局表示，目前罗山的人员拢安全，物资也有够，会结合救灾资源协助人员脱困。记者南投采访报道。